新竹科学园区的宝山乡第2期计划有甲这个开大进士地用适应小弟地用金的幕列伫咧征收范围内。后代子孙表示讲，因的祖先对新竹的开发有真大贡献，希望新竹县文化局会当甲墓园登录做历史建筑，保留一部分落来。一大群人来到郑用进墓地看早，得甲后代子孙详细向委员绍介墓地的历史以及过去祖先对台湾的贡献，希望会使将墓地一部分保存落来。郑家呢是等于整个主导整个新竹工业革命的一个先驱。那这个在这个对新竹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意义也有贡献的。那我们是希望政府能够重视新竹这块的历史，它的工商发展的历史，还有它的人文的历史，能够让我们在这里把我们的祖墓保留下来。他不管对科学园区的产业包括商业等等，它是居功厥伟的。那你不留先人的古迹，那你要留下什么呢？第甲子孙讲，并无拒绝土地征收，也是要求更较悬的补偿费，只是单纯希望墓地部分会使登录成做新竹县的历史建筑，保存对地方有意义的人文资产。那刚才郑家也提了很多，他在一些历史脉络部分，我想委员都会听进去的。那后面我们会进入我们的那个审议的审查小会议来审查。那到时候还是会请那个郑家的那个后代来陈述意见。目前文化局暗算5月底，依照文资法规定进行定书审核，讨论相关议题。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